请你唱手机啊吼，手机啊放个静音进吼。基督来到主面前，专心专意追求你，放下自尊骄傲的心情，我都要归向你。当我祈祷的时，我切切恳求你，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。当我祈祷的时，你赐开了勇气，安慰鼓舞起，互忧伤变真欢喜。当我是一个软弱的心，我要完全我靠你，用你主爱心手来扶持，因全部无偏离。当我祈祷的时，我切切恳求你，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。当我祈祷的时，你赐开了勇气，安慰鼓舞起，互忧伤变真欢喜。当我祈祷的时，我切切恳求你，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。当我祈祷的时，你赐开了勇气，安慰鼓舞起，互忧伤变真欢喜，互忧伤变真欢喜。这是咱来认罪感恩的感谢的祈祷吼。啊，人讲啊，你这教员处的危机，啊，你这拢假讲的啊，这拢是废话啊。啊，无基督，无悔改，无上帝，无头生，无地甲无灵圣灵，啊，免啊是一个教会。啊，这是路咱一个警醒啦吼，咱主要来念。教会出现危机，第一，有基督教，却无基督。
第二，只讲赦免，无讲悔改。第三，只有策略却无上帝。第四，只讲拯救，无讲顶头生。第五，只讲天堂，无讲地狱。第六，只有宗教却无圣事。所以咱来做这对基督的认捌吼甲态度，来，咱做下来念。都毋是功课，嘛毋是指引，乃是稳定甲宽变。基督毋是甲上帝讲条件来换咱所要爱的，乃是要经历到伊的同在，认捌啥物是咱真正需要。基督毋是叫上帝怎样解决问题，是叫上帝看伊安怎解决。基督毋是甲上帝讲条件吼，因为咱甲上帝毋是平行吼，咱甲上帝毋是平行，上帝是咱的上帝吼，咱的主，所以爱有敬畏的心吼，咱袂法度含伊讲条件，因为所有拢是伊创造的嘛吼，咱只有祈求尔，好，咱只是来做感恩认罪的祈祷。我要上帝，咱来到你的面前，你是听咱上帝。我的心要学到你，因为你有诸大极大的恩惠，你叫我的生命得到地步，相信是阮要来尊敬敬拜你，因为你有大慈悲，赦免阮拢总的罪过，搁日日照顾友情阮，互阮的病痛得到医好。因为你的慈爱能抵罪善，因你所今仔日这个特别的日子，你奉耶稣。全年去听我的主，而这个搁你搁我的日。还阁一句少年，你对阮的付出甲疼痛，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伫你的保护，得到热康，得到洗清，互阮甲你搁好，甲你亲近，领受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。虽然阮常常失落平安，总是你的话要成做阮头前的路的帮站，失落平安要搁捡倒转来。阮今仔日要伫遮来庆祝来欢喜，祝你搁我的日，愿平安喜乐。互每一个信靠你的人，我那里祈祷恳求感谢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所以接咱来做医治甲透房的祈祷的操练咯。祈祷毋是将重担提去互上帝看，才搁甲排倒转来，是要将重担卸互耶稣，然后平安欢喜来离开，爱互交托上帝。祈祷毋是上帝讲你着安怎做，是谦卑来求问伊。我就要安怎做祈祷得到应允，毋是卡合，或是好运，乃是上帝的怜悯甲看顾。这是咱来做信心灵医治的祈祷吼。邀请咱主来做咱身体、灵、思想、情感意志的主。来，咱将咱所挂入的。写互伊，咱做开始来祈祷。亲爱宝贝上帝，你是神圣人，全部互阮，亲像这样可以来去看阮的路，我命的原本是你，祝福是你，来医治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心灵有需要的，拢求你亲手来扶持，来引带伊，得到更较好的是平安、幸福。来到你的面前，献出阮的祈祷，求你来充满阮。全日搁听我的天父，天气变化无常，阮人生的道路嘛亲像安尼，有起有落，心情、身体甲阮的心灵嘛亲像日月星辰。有时星光，有时月亮。求你保守医治，因为你是全能的，是阮的倚靠，你也是听阮的。佮常常施恩赐福伫阮的身上，愿你保守医治，互阮的心身力量勇壮。我咱的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这时咱过来为主的守望来祈祷吼。有啦，咱过来念这祈祷的迄个认捌甲态度。祈祷毋是叫上帝直接赐你能力，乃是上帝互咱机会培养能力。
祈祷毋是用意志去影响上帝，是互上帝来改变祈祷的人。祈祷毋是靠家己拍拼做工，乃是我靠上帝甲伊同工。咱只是咱来为主日服侍人员来祈祷吼，搁有为兄姐会当领受着，经历着甲主同死、同埋葬，搁顶头生的性命，进入主恩典的拯救。下日咱为着教会5楼、6楼。离岛牧区的场地甲8楼牧师馆的整修吼，伫个整修的过程拢会当一切顺遂。煞接咱为着友爱基金来祈祷，为教会集体即个中受价入的、中地收入的兄弟吼，咱来做一个关怀，以及咱单亲家庭会过来救助。求主带领教会吼，会当推动这个事工吼，拢会当诚做会友。兄弟帮赞，甲即个地区的祝福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全能个听阮的天父，阮即时就为着阮兄伫即个过活节的时，阮感谢阮有当遮搁一过来反省，一过来思想。全能个听阮的天父，阮即时伫即个主你个活日，阮个想念着你的付出。阮也知阮旧的我，时常还搁念伫阮的身躯，因为阮无用你的话来更新阮的心，互阮旧的我还搁念条咧。求你互阮有柔软的心来改变，互阮旧的心。当甲你同定死，就是个新的我，甲今仔日你过我日小工重新开始。我会当会用生命来影响着生命。我为着友爱基金，阮想念着阮遮中弱势家庭，以及即个家庭，当有需要救。帮赞的时，教会有即个基金会会当斗出力，求主你互阮兄弟，拢会当踊跃来参与，有即个事工会当诚做弱势兄弟的帮赞，以及即个地区的祝福。我来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咱最后用主的祈祷文来做咱这段个的结束吼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着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，根据伊无限的仁慈，通过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国活，上帝有予咱定出世，通得到活活的盼望，来承受伊为着恁保存伫天里迄个袂朽烂、袂拍蓝闪、袂消失的福气。这是咱的吟圣诗
234首。我心实在懊恼，我心实在懊恼，请起立吟全首。我心实在懊恼，因为上帝大恩，救我生命免得灭亡，诚心实意尊尊。上帝大慈悲，赦我落寞罪过。又搁日日照顾养子，我必得到以后。上帝赐我最好，哪当离三个好？哪天你的关好切多，主爱恶的对算。亲像爸母疼痛，人民所生的囝，上帝也听见伊的人，赢过爸母的疼。咱人生命若回，大风来吹就声，上帝慈爱永远袂毁，有当时阮无影。这是咱三个同心来祈祷。主爱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满心的感谢你，你有阮预备这个美好的日子，互阮一齐伫咧遮来敬拜学了你，用感恩欢喜的心来迎旨国活节。主啊，因为你的国活，你知阮的需要，你知阮内心真实的渴望。当阮欢喜快乐的时，也是艰苦无助的时，你互阮有条件你的宽屏，会当来到你的圣殿施恩宝座前，用你来倾诉阮的心思意念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阮确信你是生命的主，你是赐下这个永远活命的主。感谢天父上帝，当阮人陷入着罪恶困境的时，父上帝，你差遣你的独生囝救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以国活为世间人来突破死亡的困境。伊用国活替阮对死亡的困境中拍开一条新生命的路，拍开这条通往荣耀国活的出路。这是天父上帝你奇妙恩典甲着作为。所以阮感谢主，当阮互黑暗遮刻，患难比较排袂去较低的十字架的时，阮呼求你就扶持阮，你安慰阮，你来光照阮，互阮确信国活在伫你，生命也在伫你。既然信你的，也要国活，因为你十字架的应允，你看望的应允，互阮成做新造的人，互阮领受新的生命、新的眼光。哦，主啊，阮来感谢。阮搁再一次来宣告，当你末日降临的时，阮拢要对死里国活，得到国活荣耀的幸福，得享永远国活的快乐。当天父上帝，阮嘛满心来感谢着你。透过着了定主日的临时会员大会，经过监选来通过，聘请陈碧志牧师为迦南教会第6任的主任牧师。愿主圣神赐予陈牧师有新的意象、新的眼光，甲属天的智慧。带领迦南教会迈入设教60周年的新年代、新的阶段，嘛祈求圣神感动众会友，愿意同心合意，甲陈牧师一齐，为上帝国来努力向前，开创迦南教会新的纪元。线遮牧师上任相关的程序甲着安排，有愿仰望交托主的带领甲着保守，愿安尼同心祈祷，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有主怜悯，听阮祈祷。请坐。这是咱三个同心来启用。启应文第41篇对以赛亚第9章来。启应文第41篇，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經看見大光。生活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因。
你互因的国家强盛，互因大欢喜，因伫你的面前欢喜快乐，亲像伫收割的欢喜，亲像伫分赠日品的快乐。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，你有拍碎因伫爬的担，断因肩头的棍，击劈者的鞭，侵略者的军鞋，过着火的军服，拢会做插烧。因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，有一个囝赐予咱，伊要负担国政，伊的名要称作贤明的导师，全能的上帝，永在的天父，和平的君王。伊的主权无强，伊的和平无尽，伊要坐台北的宝座，继承伊的王国，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一声万万军的统帅帅上主一定会成全这个事。这时，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。心。
这是咱的共读圣经，记载伫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第15节到18节。圣经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5节到18节。恁着谨慎，毋通用歹报歹，着不时为着彼此以及所有的人做好事，着不时欢喜，着继续祈祷。无论啥物境遇，拢着感谢，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。爱恁大家属基督耶稣的人安尼做，只是咱要邀请到了詹进如长老来分享吼，伊詹进如长老，伊的所要讲的题目叫做“做国活重生的基督徒”，做国活重生的基督徒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今日是国活节，所以大圣咱三个来感谢，全能的父上帝。慈悲怜悯，听从阮。你为着阮世间人，你差遣你的独生圣囝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受钉伫十字架顶，流着宝血洗清阮的罪，互阮会当甲上帝你搁和好。阮也伫今仔日过活节的时，搁一摆伫你面前献上感谢，恳求主你圣神甲阮三甲弟弟，互阮伫生活中间会当活出主你所欢喜的款式。也会当互阮所做一切，会当荣耀你的名，互阮做一个永神益人的人。伫你面前，阮也搁一摆为着陈牧师，恳求主你，互伊身体臃肿，会当搁继续为主你来做工。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祈求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免。伫迦南教会30几年的时间，听足侪讲道。不过印象中非常深的是，咱较早有一个牧师叫做薛淑玲，谢淑玲牧师。伊目前是伫双连教会担任牧师的职分。是安怎对伊的印象遐尼深？是因为伊咧讲道的时，徛伫台顶头一句话问讲：“你死袂？”我坐咧下骹，我想讲，我著坐伫遮是安怎讲我死袂？当然，讲了听了即句话是，互我切一下。当然，因为安尼，所以我真正注意听伊到底咧讲啥。伊讲你迄个老我，迄个老的我，贪小便宜，定定甲人计较，拄着人要甲人冤家，定定要抱怨吼，讲人安怎，讲东讲西，佮定定安尼忧愁烦恼，袂笑。即个老的我死也袂。所以，伊伫迄个讲道的中间提醒咱若要顶头生，咱爱改换一个，互人感觉讲你是一个真正的快乐平安的基督徒。我会记得进前伫电视顶头看到，伫迄个圣地亚哥，就是古长老因即马徛起迄个所在，有一个牧师叫做老三刘小婷，伊伫讲道中间。伊问讲：“你的朋友熟悉你的人，讲你是基督徒，你是一个什么款的基督徒？是大家看到你，就敢若看到鬼、惊闪迄个基督徒，还是人看到你，就感觉你真正是平安有喜乐，想要甲你三角斗阵？你是倒一种的基督徒？”当然，四牧师咧讲的迄个老的我。可能互咱会感觉讲，人看到你，你一感觉要甲人骂，要甲人冤家，贪小便宜，看到你，大家闪哪飞咧。但是咱若会当顶头生的时，咱要成做一个什么款的基督徒？我毋知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的同事也是你的朋友亲情，看到你的时，知影你是基督徒的时，伊安怎看你？我会记得我洗礼了后。去到公司，若要食中昼顿的时，我拢会想讲爱祈祷。好亲像祈祷是一个基督徒应该爱做的，但是拄则洗礼的时，要食饭，拢足歹势祈祷，尤其大人拢咧看你。但是因为伫教会内底佫洗礼啊，迄阵后来做执事的时吼，食饭无祈祷袂使，所以伫教会内底也是伫公司内。
只要食饭，我拢一定会祈祷。便当放在头前，我就祈祷。当然，即款的做法，我遐同事拢感觉即个人遮奇怪，你是咧创啥？其实咱是咧感恩、感谢上帝讲啊，你互我有即个物件，透过即个总铺师安尼煮遮好的物件，咱献上感谢上帝。当时我遮个同事看到我，感觉真好笑，所以有一摆突然甲我创治。虽然我是因的经理，我坐伫我的位顶头，便当放伫遐个鸭头祈祷，拢因已经拢穿好啊。坐伫我上边啊，迄个上近的迄个同事，看我咧祈祷的时，全咧紧徛起来，甲我的便当全啊摕我伊的抽屉，关起来，无代志。我目睭一阿免，便当哪会无去啊？我就知影因咧甲我创治。不过我迄阵啊嘛会使生气，但是迄阵啊想讲基督徒袂使生气，所以我就啉了。拜托个便当摕来，念要搁上班呢。所以因甲便当阁摕出来互我。不过因为安尼，我有机会甲因讲，是安怎爱祈祷？因为你感恩。咱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是种什么款的人？当然，什么款的人？咱伫圣经马太福音7章12节讲，你要以义愿人安怎对待你，你就爱先怎样款待人。所以，咱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是毋是有替人想？当然，咱所喜爱迄个人，其实咱爱想，咱是毋是迄款的人？我会记得伫进前看到一个咱中国话真趣味，同款的字标点符号若无共位，意思都无共。一句话讲，一见你就笑的人，一个看到你就笑的人。是安怎伊看到你会笑？因为你一见你看到你就笑的人，迄个人就是你若看到，你就会笑迄个人。咱伫生活中间，不管是一见你就笑，还是一见你就笑，咱是毋是迄款的人？所以今仔日伫咱讲到顶头生的时，咱怎样互人看到讲啊？信主真好，信耶稣基督真好。人看到咱的时，是毋是咱就真正望甲你三斗阵？我想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有当时啊面会笑，有当时啊咧生气的时，一个面敢若坚的。你若拢袂笑的时，你甲看，人看到你的时会安怎？我会记得我伫迄7年中间，我拢无想要笑，所以人看到我嘛毋敢甲我讲话，因为我袂笑。所以今仔日伫遮要甲大家分享的，就是咱要安怎成就一个真正快乐的人。咱要成做一个顶头生的基督徒，咱即个基督徒是要互人看到会惊的基督徒，还是互人看到会欣赏、会要意爱的基督徒？咱要传福音，我会记得伫正月初2，我来遮甲大家分享，对听道理到要去传道理。咱对听到，甲要互人听真简单，听咧转来嘛是空的。有真侪会友甲我讲：“哎哟，长老歹势啦，顶礼拜讲啥我拢袂记咧啊，因为即边听了，迄边就出去啊。”偌济还佫留咧你的心肝头。我会记得属灵团队捌提起讲，伊咧教人教会时，若来教会做礼拜，我会记得伊拢坐咧头前，面泽甲义泽拢坐咧边啊。听伊讲转去，因老爸会甲考试。我毋知影恁转去有甲恁的囡仔考试无？今仔牧师讲啥？当然，毋是讲啥的迄个代志，会记咧啥？重点是你会晓做无？所以我顶回甲大家提起讲，咱听道理，咱嘛知影道理，但是较要紧是爱去行道理，做会到，做到。你若做会到，你才会当得到迄个平安甲喜乐。当你有平安喜乐的时，你就笑面，你就互人感觉真正的亲切。那安尼时，人就会甲你讲：奇怪，你是安怎会遮快乐？因为我有主华库，所以我有平安喜乐。因为我有平安喜乐，所以人会讲：我会当甲你来得到无？
所以咱要传道理，头一个条件，你要互人看到你的时，你是一个真正的快乐的人。你互人看到你的时，毋是单单细细念，啊，看到干那逐个讲，迄个人安怎，迄个人安怎。你若是一个安尼的人，人会惊你啊。咱伫咱的生活中间，是毋是定定去拄着即种的人？你看到伊，你就无爱甲伊斗阵，是安怎？因为你甲伊讲无三句话，伊就开始甲你骂。啊，你安尼毋对，你安尼毋对。我毋知影你有足介意即种人无？你若甲伊斗阵，啥拢伊对，你毋对。啊，你若逐项拢对，啊，我著饭桶，我哪会要甲你斗阵？我无资格甲你斗阵啊！所以咱伫咱的生活中间，要安怎真做一个人介意甲你相甲斗阵的？今仔日所读的经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对5章对15节甲18节，真侪人拢爱对16节读起，但是我后来发现讲，其实15节开始讲，恁着谨慎，无论是甚物人，拢毋通用歹报歹。或是彼此相款待，也是对待正人，拢爱需要追求良善。有良善无？我想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真做基督徒，主耶稣为着疼咱世间人，所以伫被钉十字架顶。那安尼，咱是毋是爱亲像主耶稣安尼，犹原用迄个疼放伫咱的心肝内，去对待所有的人？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也会当常常去替人想，替人服侍。那安尼，你服侍伊，伊得到，所以伊会真欢喜，甲你服侍你。所以人甲人中间真要紧一个，就是你会笑无？我会记得进前看到一篇文章，你讲，其实咱要做好代志足简单，就是你爱笑，面会笑，人看到你，你拢咧笑。你咧笑的时，伊就感觉哦，你足好亲近呢。啊，你千万毋通一个面变变哈。你若袂笑，大家看到你就惊。所以咱真做基督徒头一个就是爱会笑。啊，是安怎笑会出来？因为我心内有平安，心内有平安。我会记得我伫我的大学的同学，阮2礼拜拢会去一摆去爬山。有一遍，阮一个同学过身，大肠癌过身，早起8点就要公祭，伫第2殡仪馆的所在。伫迄个所在，伊用佛教的方式，所以我有同学有一个食菜的，伊足爱念阿弥陀佛，所以带大家伫遐，伊就徛墙头前念阿弥陀佛，我徛喺后壁祈祷。念煞，行咧煞，大家怎啊行出来？行出来时，我印象真深，是伫迄个所在，阮带队迄个同学，伫遐看到同学若出来，就讲，哎，洗一个手者，洗一个手者，因为迄个所在有一个面桶，毋是面桶啦，迄个洗面的吼，无遐大孔啊，就是一个安尼脸盆吼，啊顶头都有迄几个花，然后迄叫做啥？净水吼，我嘛无啥知吼。伊就讲，哪来？伊就讲啊，洗手者，洗个手，洗个手，会平安，会平安，洗着就会平安，敢毋是安尼？我徛上后壁，因为我咧人咧阿弥陀佛的时，我徛咧后壁咧祈祷，所以我阿门的时，我上后壁出来，我上尾一个出来。出来时，我这个同学看到我，会真去洗个手，会平安。我从来搞我迄个姓董迄个，哎，老董不用，我心里有平安，不用，我不用洗。所以我那个同学大家拢有洗，干那我一个无洗。我毋是我手垃圾我爱洗啦，我手若垃圾我会去洗。我甲干那甲讲，我心内有平安，所以我毋免洗。然后我就出来，伊对我后壁，因为同学拢出来啊，所以伊嘛是，我出来了是上尾个，所以伊对我后壁就出来。出来到门口的时，我感觉后壁有人咧甲我搭肩胛头。真去，你为什么有平安？我信主，我信耶稣基督。然后伊竟然甲我讲，
等一下我们去爬山，咱小当去爬山的时，山顶遐有一个凉亭啊，迄个凉亭啊，咱到迄个所在的时，你是毋是会使替阮祈祷？哦，我听着足感动，因为因嘛希望得到平安，因用洗手来表示平安，但是我甲讲，我毋免洗，我心内有平安。人是希望安怎的平安？是心内迄个真正的平安。所以，真是去到迄山顶的时，伫迄个凉亭所在，我这个同学就讲：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参加吴瑞美的葬礼大家心里没有平安。我们现在请长老来为我们祷告。伊知影我长老是因为我拢写文章互因看，伊拢知影圣经，所以伊嘛甲我开玩笑讲：我逐工嘛有读圣经呢。毋是阮妈妈迄阵叫我读，我拢读2字尔圣经。所以伫迄个所在，我来为因来祈祷，然后大家真正的欢喜。所以我是讲，咱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表现出来是有平安、有快乐、有喜乐。所以咱伫教会中间，咱若来教会时，咱见到面拢会讲啥？平安啊！平安毋是身体的平安，是你心内的平安。因为你无论拄着什么境遇，顺境逆境，你拢平安。咱有即款的平安无？有，因为主耶稣会听伫咱的身上。所以咱要安怎做一个有平安的人，有喜乐的人？伫圣经在内底15节就是讲，你爱追求良善，咱心内有疼，主的疼甲咱相斗阵。所以我嘛捌甲大家讲，我伫阮大哥的壁顶看了迄句，我一尾仔怎啊甲背起来？12字尔。上帝是爱，爱是给，给就是福。咱要得到福气，就是爱有疼。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若有疼伫咱的身躯，咱出去到倒位，人拢看到你是哇，一个有疼的人，伊感觉亲切，伊愿意来甲你相斗阵。甲你相斗阵的时，你就有机会将你的信仰传互伊。因为我伫2018年的时，我感觉我家己需要顶头生的时，我伫迄个所在伫挣扎，我要安怎，我要安怎的时，后来我伫我的生活中间真大一个改变，有法度行出有位，就是因为迄句话：上帝是爱，爱就是给，给就是福。主耶稣的疼对咱的身上，咱有安尼做无？当然。咱讲要做，要安怎做？第16节写讲，要常常喜乐，爱常常欢喜。兄弟，恁有欢喜无？点点呢吼？有欢喜无？毋是干那出嘴尔，心内真正欢喜。咱会当真正的欢喜的时，咱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就有法度唱歌。真侪人讲啊，恁去教会创啥？敬拜上帝，安怎敬拜？就唱圣诗。当然，唱歌其实对咱的身体嘛真好。不过主要的原因，咱有法度安尼唱歌出来，是因为咱心内真正的平安，真正的有喜乐。所以，若心中有喜乐，你就会当快乐。当然，是安怎心中有法度有快乐？因为疼伫你的心内。你看到什么人，拢感觉哇！大家人拢真好，咱伫咱的生活中间，未免有当时啊会拄到真侪人，你会讲啊，这个人哪会遮讨厌啊？讲话哪会安尼？我真大一个体验是，咱的生活中间，咱拄到无共款的人，这个人对咱拢有帮助。我行出犹豫的是一个真大的感受，就是咱伫咱的生活中间，无有一个敌人。特别是罗龙斌牧师叫我去甲我上万分迄个人下失礼的时，我真是去开失礼，转来，我感觉迄个心头一夹全来落来，我感觉拢真正的快乐。所以我有当时我会讲，我对2018年4月开始，甲当我逐工拢足快乐，因为我毋捌拄到歹人，恁拢好人。当然，伫社会内底，咱嘛会拄到真侪，互咱感觉无欢喜的人。但是这个人，我拢甲伊当作讲，因是来帮助我的。因为咱有当时啊，有人会讲做，你著爱感谢上帝。有人甲我讲，我最近衰到要死了，我这钱啊，我是安怎感谢上帝？
我就甲伊讲，其实咱伫顺境的时，什么叫做顺境？毋是顺境哈，是顺境。顺境是什么意思？顺境是讲我想要爱啥，上帝互你啥，你就摕到啥。安尼讲，这是顺境。啊，逆境咧，逆境咧，我爱啥就无啥。明明就投资讲做会赚落去，怎啊本金也无去？但是我一个真大的体验就是，逆境就是要互咱学习到咱袂晓的，因为你毋知，所以你戆戆啊做，你会学到经验。所以顺境互咱得到咱要爱的物件，逆境互咱学到咱袂晓的物件。咱伫咱的生活中间就是安尼起起落落。好亲像我较早伫家庭小组的时，跟无兄，阮小组若咧伫分享的时，伊定定会讲一句话：咱人的一生，就敢若亲像一首歌，有悬低、悬音，也有低音，嘛有停停几拍啥，安怎唱，安尼足好听。伊讲咱的一生内底，若是安尼，敢若单音，你看迄会听哩无？伊讲迄个音伫倒位？伫病院的急诊，毋是急诊，迄叫做啥？伫内底困拢袂叮当的，迄叫做啥？加护病房。伫加护病房，你若倒伫遐时，斗一个扇锁，然后有听什么声？叮叮叮。然后伊若再见的时，就安怎？你的一生若是安尼，你袂无？所以，若安尼想的是，就表示讲，咱的一生中间，咱会拄着顺境，咱嘛会拄着逆境。但是，这就互咱的人生变做一首歌，足好听的歌。若安尼想的是，你有啥物通烦恼？所以，咱心中若要快乐的是，咱凡事谢恩。当然，凡事谢恩，迄是第三句，第18节的所在讲，凡事谢恩。有影逆境拢安尼。那安尼，另外就是咱拄着无共款的人，你是毋是原来爱感谢伊？有的人互你安尼逆甲足气的，扑跳。但是人，只要人，互你拄着迄个人，就是甲你有缘分的人，这个人就是要来帮助你。我会记得伫看一本册，咧讲起到香港上好业的李嘉诚先生。伊讲，咱人的一生内底，你若想要成功，你一定爱拄着5个人，爱靠5个人。讲这5个人就是高人指点，高人指点。第2个爱贵人相助。第3个家人支持。第4个小人的监督。搁后壁上尾一个叫做本人的努力，拄好5个。这5个内底有你的家人，嘛有本人，嘛有高人，嘛有贵人，但是内底还有一个像小人呢，吼，甲你吐甲跳跳。但是是安怎需要这个人？因为伊要来甲你训练，甲你训练，你愈来愈有经验，愈来愈有经验。所以用这个角度来想的是，你敢是凡事谢恩？所以毋通动胡念，上帝啊！你哪遮无公平？我昨昏投资1万，今仔日剩3000，又怎么样？因为你甲你教了了，你会晓知影要安怎处理的时，无定后摆1万落会剩100变100万呢？敢有可能？我是毋捌拄着啦。不过我嘛要感谢上帝，我捌伫成功上班，我嘛毋捌想过讲我手头。成功散物的股票，竟然即卖是金融股王，所以我最近足快乐的，非常的快乐，因为我手头还佫有伊的股票，对40几箍，较起到80几箍，我希望伊起到100。不过会也袂，拢无要紧，迄是上帝的意思。所以伫咱的生活中间，你凡事谢恩。当然，17节的所在，佫加一项，就是不住的祷告，无停止来祈祷。阮伫嘉庚教会时，属灵团队拢会讲，伊逐工为了阮祈祷。我毋知伊为阮祈祷啥，但是伊讲伊有替阮祈祷。我相信伊毋是为着家己祈祷，伊是为着阮祈祷。咱咧祈祷的时，毋是干那食3顿的时、食饭的时才祈祷，
坦白讲，我较早上班的时候，我著一天干那祈祷3摆尔，因为食3顿，我毋捌食宵夜，所以拢祈祷3摆。但是后来我知影，不住的祷告，毋是固定的时间，是你任何时间你拢咧祈祷。开车嘛咧祈祷，祈祷敢一定爱目睭闭起？无啊！你开车，目睭闭起就害啊，崩咧落去啊！但是咱咧祈祷，主要是祈祷啥？是为别人祈祷，嘛为家己祈祷。有当时啊，人讲啊，祈祷毋是拢替家己祈祷。较早家庭小组的时，我会记得陈道牧师讲啊，咱要讲迄个感恩甲代祷的时，主要是咧讲你啊，你毋通拢讲别人，家己拢无讲着，啊，我拢毋知影你咧创啥。所以咱爱替人祈祷，嘛爱替家己祈祷。我直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，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常常讲啊，我爱替人做，替人做。其实你要替人做进前，你爱先替家己做，因为你都无，你是要安怎替互人？咱伫咱的信仰内底，假使你若无得到，你要摕啥互人？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较想影，咱会得到真侪物件，但是你得到的是，你是毋是愿意互人？伫咱的生活中间，我会记得，我捌互人问一个问题。我的同事知影我是基督徒。有一摆，阮有一个同事叫做吕学文，就是甲我便当摕去藏迄个。伊甲我讲：“你咧教会遐尼久的时间，你毋知捌看到上帝无？”各位兄弟，你捌看到上帝无？逐工拢有看的，对。后来我圣经内底咧哪读的时，伫创世纪看到讲，上帝安怎创造人？上帝是照伊的形象创造人，所以你爱会记得，咱每一个人拢有上帝的形象。你毋是逐工，你只要看到人，就看到上帝，敢毋是？所以后来自迄阵，我毋知要安怎甲讲。但是后来我咧想讲，我即摆会使甲伊讲，我逐工拢看到上帝。既然你看到上帝，你看到人，就是上帝，你哪会对上帝无好？你哪会一天敢咧怨叹啊？即个人迄无好，迄个无好，迄个无好，迄你就是咧怨叹啥？毋是咧怨叹伊，你是咧怨叹上帝呢。所以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爱常常替人想，替人做。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咧祈祷，毋是为着家己，嘛是为着别人。毋那为着家己，嘛为着别人。因为即几年中间嘛，有人甲我问，爱人如己，咱定定讲即句话，疼别人，敢若亲像疼家己。那安尼是爱先疼家己，还是爱先疼别人？你爱疼家己。你若家己都照顾袂好势，你是要安怎照顾别人？我的体验嘛是安尼。我迄7年中间，若毋是阮某咧甲我顾，我可能再见啦。所以伫咱的生活中间，有影，咱若要照顾别人，一定爱先家己照顾好，家己的身躯、身体爱照顾好，家己的心情照顾好。你若身体健康、心情好，你快快乐乐，你才有法度去为主做工，敢毋是安尼？所以咱伫生活中间，咱抱到主耶稣的疼伫咱的心内，互咱无论伫什么所在，咱拢欢欢喜喜去为主来做工。最后，我想要甲大家分享，就是我伫即几年中间，无论是有当时伫教会讲道，还是伫即个公会去甲人上课的时，我拢定定爱甲因讲一句话，因为迄是格里汉牧师，美国一个真正的出名的报道家，电视报道家格里汉牧师。伊咧电视顶头讲道的时，伊问遐个会众：为什么人只有2只手？倒手正手，只有2只手？为什么人只有2只手？伊用英语的解说，我感觉伊解说了非常的好。伊讲 ：one forget，one forgive。就我一只手
对上帝迄个所在得到上帝赏赐我的恩典，我享受过了后，感觉真好。我要摕互别人，上帝的疼，互咱享受上帝主要所的疼了后，将这个疼要分享给别人，所以你要 forgive， 爱互人。所以伊讲 one forget，one forgive。但是咱人常常拢会看这个唔好，看迄个唔好，迄个人昨讲我歹话，迄个甲昨甲我冤家，所以甲人的关系无好，也是你怨恨某一个人。当你怨恨伊的时，你得到迄个好的物件，你就无爱互伊啊，无想要互伊。是安怎无爱互伊？因为伊对我无好啊。伊对我无好，我是安怎互你？所以格里汉牧师伊安尼讲，伊讲：当你若无愿意将你的疼、将你的所有的物件要分享给别人的时，请你会记得，甲迄个 one forget 迄个 forget 迄两字合我来 ，forget。就忘记了，袂记咧啊！伊昨敢毋甲你骂？无咧，无咧，袂记咧啊！你若讲人骂你的话囥喺心头，你心头会郁卒，对你无好，所以你甲放互袂记咧。但是你若无法度放互袂记咧时，请你甲迄个 one forgive， 迄个 forgive 迄两字合我来。forgive 是啥？原谅、赦免。我真大的一个体验，我怨恨迄两个人，怨恨7年，怨恨7年，结果后来当我去甲因和好了后，我才发现原来赦免别人就是偷放家己，偷放家己，迄个心头结开去啊，开去啊了，你才有法度定头生。所以当咱咧庆祝过节的时，咱是毋是有法度将这个无欢喜的代志拢甲放袂记咧？也是人，你感觉什么人对你不好，你爱原谅他。原谅伊就是偷放家己。我有法度行出忧郁，是因为疼伫我的身上，主耶稣的疼伫我的身上。所以我会记得后来对2008年4月19开始写文章，即摆已经2100几工啊。后来出册的时，我迄本册头一本就叫做《快乐利他分享》。这几句话总讲起来，就是咱今仔日咧所读的圣经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5章对16节到18节，要常常喜乐，爱常常欢喜，无停止的祈祷，凡事感恩。所以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会当做啥？有当时啊，咱会讲啊，我都无啥，我也袂晓做啥。我袂晓做啥？啊，你著爱去传福音，啊，我都无。其实毋是，咱每一个人，咱毋免去欣赏是真好人。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，拢有无共款的特色。有个人可能你看起来感觉哦，足够的，其实人有一句话咧讲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每一个家庭拢有伊的问题，甚至连张忠谋先生就捌啦，伊捌写一篇文章，伊就讲真好嘢的人讲生无囡仔啦。所以咱基督徒的财富无一定是看钱，上要紧是你是毋是真正的健康，真正的快乐。所以咱无需要去欣赏别人，咱只要尽咱的本分，用上帝听伫咱的身上，咱对上帝摕偌济，咱享受了，咱就互人偌济。当你欢喜摕互别人的时，上帝的祝福伫你的身上。所以伫罗马书12章第3节，拄好叫做123吼，123咱拢讲自由日吼。这段经节安尼讲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恁逐人讲，毋通看家己过超过啦吼，毋通看家己敢若足够安尼，着照着上帝所吩咐咱逐人的信心的大小，看到合主的旨意。就是咱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有偌济，咱就做偌济。咱拢真清楚，圣经内底耶稣讲的，譬如有迄个5000两的、2000两，嘛有迄个1000两的。我虽然1000两尔，你袂使1000两就甲摕带。你有偌济才调，咱就做偌济代志。
只要咱用安尼来角度来看时，咱逐工拢会当真正的快乐。何况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讲要去传福音，要安怎传福音？传福音毋是用钱去传福音。我印象真深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3章第6节，彼得对迄个来甲伊分钱迄个人讲：金甲银我拢无，我只有甲我所有的互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路。要甲伊分钱的人，本来是望的是干那分钱而已，反正我袂行。但是伊看伊起来行。所以主耶稣的福音伫咱的身上，毋是干那看钱，包括你的笑容。你的笑容，人会感觉亲切，对伊就是一种的安慰。所以无一定爱摕钱互人，你有当摕钱互人，人嘛无欢喜呢，是毋是安尼？你摕钱互即摆台湾上好爷迄个蔡明忠，你看伊会安怎讲？你看我无呢？我是台湾即摆上大的财团的11条的财产，你甲我讲摕钱来互我，伊袂甲你说啥呢？所以咱伫咱的生活中，我每一个人有每场种无共款的角色，咱拢有咱的才调，上帝互咱的恩赐伫咱的身上，虽然无共，但是咱若愿意将这个恩赐摕出来，伫咱的生活中间，诚做一个快乐的人，互人欣赏的是，你有机会将这个福音传互伊。那安尼，咱敢毋是真顶头生的人吗？咱无扣分，无讲去到倒位就甲人冤到倒位。所以，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要成做一个顶头生的基督徒，咱爱逐工真正的快乐，面带笑容，无甲人生气，无认为家己足敖，是真正的欢喜为人祈祷，为人做传福音，甚至诚侪因的帮衬。那安尼，咱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就会当得到上帝上大的祝福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听人，阮的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予阮伫教会来认捌你，也互阮知，阮伫阮的生活中间爱活出主你所欢喜的款式。阮爱谦卑顺服伫你，阮伫你面前会当将阮所有的奉献互你，诚侪人的帮衬，互阮伫阮的生活中间享受主所授予的平安甲喜乐，也互阮所做一切会当荣耀你的名，互阮诚侪主你所欢喜、应神益人的人。阮伫你面前献上感谢、祈求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我只爱讲这故事，天顶目标伟大，路路期待的应该，已经大仁爱。我只爱讲这故事，因为我在世时。也过澎湃边，我只来讲这故事，若想要讲这故事，永远深深的故事，笑脸着我的主，我只来讲这故事。若想若有滋味，世间人总望，拢总甲这袂变。我只来讲这故事，对这首大感激，所以无我所敬佩。望你。
来讲这故事，亲像乐器的声。打摆若想若出奇，若讲的若好听，我真爱讲这故事，这人真侪袂听。上帝圣经所记载，我应救人的声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从天也讲这故事，永远新新的故事，少念听我的主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虽然听到熟悉。犹原的摇马最大，伊无爱行到基，到基因光的所在，比阴天顶的事，也是纪念这故事，救主仁爱无比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上天也讲这故事，永远新新的故事，少念听我的主。请坐，这时来奉献，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于甘心乐意。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。我的心也献予你，做你无应到之时，米克米之献予主，归言讲你万年故，我的手爱你命令，为着我做最切应，我卡也爱为你演，常常替你行无限，我的声音无你言，我喜乐乐主无停，我献水吞来叮当，不管何因来救人，请起。我的情愿献予你，永存望叹你旨意。我会在情里修书，当我献你最旗鼓。阿门。即神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赐予阮独生囝耶稣为我受逼迫、受刑罚，互阮得到平安甲医治，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来祈祷。阮将金钱、时间、财能献互你，愿主降纳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坐，这是咱请陈宏成长老来报告。喂，感谢主，值日最后一个礼拜哦。
好啦，那咱即时来报告吼，咱今仔日是过活节，咱感谢主路长老来到咱当中吼，来甲咱讲道，来甲咱勉励吼，咱甲感谢吼，谢谢。今仔是过活节啦吼，所以咱伫1楼有分红卵，红卵无半熟啦吼，就是用迄土鸡仔卵迄落咖啡色迄款的吼，一人1点尔吼，较晚去的无，因为即季买了用破介绍啊，所以破头1成，所以要摕较早吼，过来。5月5，咱要举行今年度第3届圣礼典吼。你若要受洗，请伫个4月2日进前，主任干事还是行政干事来报名吼。顶礼拜咱3月24的临时和会吼，已经监选通过陈炳志牧师做咱第6任的主任牧师。陈炳志牧师第5份就要上任吼。咱真好，多谢大家合一，拢甲通过吼。林北基后真理的周6班讲员是专家林执事，日期是4月13到4月20这2天吼，下早时间是下早9点到12点。请所长长吼鼓励咱的兄弟吼来参与即个基后真理，来更加对咱教会对基督教佫有较侪认捌。宣告组伫个要举行迦南培训营，乒乓瘦肉粥。瘦肉粥了吼。即日起即摆开始报名啦吼。好卡好手的你就来报名，两个人就一组，也有接力赛吼。你若要知影吼，扫个 QR code。会当更较清楚，时间是5月5吼，下晡7点半到4点半，爱交100块吼，要交100块，好，过来，乒乓瘦肉粥，我嘛唔知影这，我记得你扫几伊是要等庙产日迄落3楼33号报举办咯。毋过我头拄是看迄落地下室哦，我即马伫个负责地下室个迄个食饭吼。直接先说甲大家报告一下吼，请你若饭碟落伫涂骹吼，一随甲捡起来，无落落就怎掉咧？吼，饭碟落伫涂骹吼，捡起来，你无要食无要紧，你放喺桌仔顶。落伫涂骹，你就要捡起来。佫有就是，你讲话时吼，手小早咧，无迄讲话时，饭碟喷到人个碗去，无好势啦吼，真无卫生哦。好，煞接就是移动木久吼，5楼、6楼吼，要整修吼，要整修啦，因为迄一寡旧堂啦吼，白遐啦，摆椅啦，所以咱伫明仔载开始到6月16。这段时间要施工，施工吼，5楼的500甲502吼，这卡掉，6楼的全部卡掉，佮定做吼，所以这段时间真无方便哦，请原谅吼，请谅解一下。你都无区这段伫个4月初开始吼，咧修整修所以合班的先生伫个701楼吼，分班的先吼，幼儿伫2楼遮，3、4年伫401，12年伫503、502，高年级的幼儿伫个703。再有部会伫个
4月初7要伫4控里教室来召开吼，请同工小注意一下。啊，今仔是国外节啊，儿童牧区用 special 阿甲贝来闯关，来庆祝基督国活啊所以无啦。4月14号要儿童牧区要邀请迄个洪德美老师吼来主理阿甲贝，啊，伫下早10点半到12点要做信息的分享，主题是甲上帝细声讲话。下晡1点到2点吼，要带上青亲子活动吼 ，EQ 迄主题是 EQ 调色盘，请大细汉拢会使来参加吼，楼顶坐啊楼骹好。4月初3 10点半到12点，上台讲座主题就是年长者吼，定定发现的营养甲饮食的问题吼。啊，这是迄个洪春美是小姐吼，啊，伊是布头的营养科的主任。啊，你伫咧线上，你家己咧Google Meet，啊，你较详细吼，你若有兴趣的项目，你甲找楼骹的干事，甲你斗相共吼，免来家己。德福伫咧德福社区照顾甲迄个关怀据点，啊，甲向龙市的迄个长照站吼，4月初4到4月初5，因为国定假日，所以暂停服务。好，哦，搁有吼，迄个第18组的张毅、黄秀英夫妇吼，伫3月23拜六吼，顺序生产一个查某囡仔吼，母乳平安，感谢主吼，这是田长老后生新妇吼。4月初是4月初5，全是同工放假，啊，敢若剩迄个大楼管理员吼，阿坤仔吼，伊伫上班的时间是8点到5点，啊，这段时间你若有问题吼，你啊敲这手机啊，周报内面有吼，靠主任干事，吼，靠主任干事，伊会去联络相关的人。好，这是咱来读今仔的金句。着不时欢喜，着继续祈祷。无论啥物经有，拢着感谢，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。爱恁遮个属基督耶稣的人，安尼做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。着不时欢喜，着继续祈祷。无论啥物经有，拢着感谢，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。爱恁遮属基督耶稣的人，安尼做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。好，这是咱来吟上营391首，学到天顶主宰上营391首，学到天顶主宰。咱吟诗说，请准主长老来祝福祈祷，请起立吟全首。我那天顶主宰，从这地内甲海，保万民，人人归保天的当心我的上帝，我的三位一体，别行诚实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、上帝的慈悲怜悯、甲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兄弟三甲弟弟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。阿免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。
好，咱今日聚会到这，请咱彼此来祝福问好。